接棒一部陪伴咗大家足足7年嘅神劇，到底有幾難？老實講啊，呢個邊度係接班啊，簡直啊就係直接將新人推到最前線去擋子彈。特別係當全香港嘅觀眾都仲沉浸喺同舊劇被逼分手嘅難過中，換上一套全新陣容，有咩可能唔俾人鬧呢？最近 TVB 全新嘅處境劇《愛回家之三代同堂》正式喺8點檔首播，徹底接替咗播咗9年半陪伴無數人嘅《開心速遞》。呢一部新劇揾嚟咗車婉婉、吳若希同埋新演員李欣彤，組成咗三代同堂嘅母女組合，打算大談家庭矛盾同埋職場風波。咁照計嚟講，三代女性配上喜劇元素，本應該係一個溫馨又接地氣嘅題材。但係邊個可以諗到，首播第一集啱啱完，網上嘅評價幾乎呈現出一邊倒嘅聲討，觀眾們似乎完全冇準備好迎接呢一段新感情。呢一部劇到底毛病出喺邊一度呢？係觀眾太刁鑽，定係劇集真係滿身漏洞？今日我哋就好好嚟挖一挖。劇集先至啱啱播完一集，各大討論區同埋社交平台就已經炸開咗，放眼望去，幾乎全部都係不解同埋吐槽。唔少忠實劇迷直言，自己滿懷期待咁樣打開電視，結果先睇咗唔到30秒，就激到話直接關電視，甚至大聲疾呼：還我開心速遞！大家最接受唔到嘅係整部劇嘅氣氛完全唔對路。以前大家收工返屋企，捧住個飯碗睇電視，要嘅係輕鬆、搞笑、解壓。結果呢一部新劇節奏拖沓，氣氛沉悶，完全唔似係一部送飯嘅喜劇，反而似係一部苦大仇深嘅家庭倫理劇。有一位觀眾嘅形容非常之形象，佢話呢一種感覺就好似係你啱啱同拍咗7年拖嘅前任分手，眼淚都仲未乾，旁邊嘅人就夾硬拉住一個素不相識嘅陌生人行到你面前，非要你即刻同佢談情說愛。呢一種夾硬要人接受嘅心理落差，觀眾點可能頂得順呢？正因為咁，琴晚首播結束之後，唔少嘅觀眾根本就冇心思去討論新劇嘅劇情，反而係紛紛翻出開心速遞嘅經典舊片段，靠住過去嘅笑點嚟安慰自己受傷嘅心情。一部新劇首播冇能夠留住觀眾，反而將人全部都逼退翻到舊劇裏面，呢個開局可謂係相當危險。要講呢一次首播風波裏面，企喺風口浪尖上嘅焦點，非女主角吳若希莫屬。佢喺劇中飾演一位性格強勢嘅單親媽媽兼職場女性，但係觀眾睇完之後話並唔買賬，指責佢嘅喜劇表現既浮誇又生硬，講嘢語氣尖銳嘈雜，令人根本靜唔落心嚟睇戲。大家忍唔住攞佢同埋《開心速遞》裏面嘅大小姐林淑敏做對比。林淑敏演嘅強勢女性雖然霸道，但係分寸把握得啱啱好，眼神裏面都有戲，喜劇感更加係順手拈來。但係到咗吳若希呢度，強勢就變成咗咿牙鬆槓，職場精英就變成咗喺街市上面嘈交嘅市井婦人，完全失去咗角色應該有嘅氣場同埋質感。呢個場面，老港劇迷係咪覺得似曾相識？當年《愛回家》第2輯黃翠如接棒嘅時候，亦係因為演技又唔啱觀眾胃口，角色唔討喜，招嚟滿頭大罵，最後搞到劇集慘淡收場。而家唔少人都喺度擔心吳若希嘅演出會唔會令到新劇重蹈當年嘅覆轍。面對網上鋪天蓋地嘅批評，吳若希本人都係睇得好開。佢喺社交平台上轉發咗相關嘅負評報導，淨係寫咗2個字：哎呀，顯得好豁達。佢接受採訪嘅時候，亦都坦言自己早就料到會被攞嚟同前作比較。最近佢又要跑演唱會，又要拍戲，兩頭忙，心理準備早就做足好啦，只係希望大家能夠俾佢同埋劇組多一啲時間去磨合同埋改進。雖然新劇開局一片哀嚎，但係幕後演藝圈嘅人情味都係俾咗呢一場風波添咗一絲嘅溫暖。作為《愛回家》系列嘅4朝元老，飾演 Terry 嘅李偉健係少數留落嚟嘅舊面孔。呢一次佢喺新劇裏面個名雖然冇變，但係設定完全改咗，唔再係以前嗰個傻更更嘅豪門少爺。
變成咗車婉婉嘅細佬。李慧健自己都承認，啱啱開始拍嘅時候真係好唔習慣。畢竟嗌咗7、8年家姐嘅林淑敏突然換成咗車婉婉，真係適應呢一份陌生感就花咗唔少嘅功夫。首播當晚，舊劇組嘅大小姐林淑敏、三太范逸敏等等嘅好伙伴特意聚埋一齊開直播，為李慧健加油打氣。林淑敏更加喺鏡頭前隔空喊話：無論我細佬去演乜嘢，做家姐嘅永遠全力支持。人走咗，情還在。車婉婉亦都幫忙澄清，話之前舊劇殺科嘅時候，有啲演員面色唔好睇，咁只係大家合作咗7、8年，心裏面唔捨得嘅真情流露。希望大家唔好過度解讀，俾多啲新劇一啲發酵嘅空間。除咗演員同埋劇情，呢一部新劇喺製作層面亦都引發咗唔少嘅爭議。最令到觀眾吐槽嘅就係 AI 嘅濫用。劇組宣傳嘅時候就吹到頭頭是道，話片頭係用新科技呈現出夢幻繽紛嘅效果。但係等到正式播出嘅時候，觀眾嘅眼睛係雪亮嘅。劇裏面好多嘅場景，比如主角喺餐廳食飯，喺街上面走動嘅背景，採用咗大量嘅 AI 生成背景同埋構圖技術，人物同埋背景銜接都係極其唔自然，光影脫節，假到令人1秒鐘出戲。大家質疑電視台係咪為咗節省成本，連基本嘅大樓實景都唔願意搭啦？處境劇最講究嘅就係生活氣息同埋人情味，全部換晒 AI， 觀眾邊度睇得落去啊？仲有眼利嘅網民好快發現，背景其中一名女子，無論係髮型、面型定係五官，都同前 TVB 視后唐詩詠好相似。唐詩詠出席活動被問到呢個 AI 版唐詩詠嘅時候，自己都忍唔住笑。佢仲開玩笑話：好想問一下三代同堂嘅監製，嗰個人到底係唔係自己？如果真係佢，咁就有演出費啦。呢一種回應亦都算係俾老東家留咗面子。呢一部劇唔單止播出咗問題多多，連個名都可以搞出一場風波。三代同堂明顯就係三代同堂嘅諧音，堂又對應一家三代嘅甜味同埋家庭關係。但係劇名公佈之後，一直有網民嫌老土，後嚟更加出現 AI 惡搞圖片，將三代同堂同唐氏綜合徵嘅人設扯埋一齊。呢一次直接將編審馬俊營激嬲啦，佢罕見咁樣喺社交平台寫低咗1000字嘅長文。原來堂呢個字對佢仲有一層私人意義。馬俊營自細由雞外婆帶大，外婆係潮州人，佢細個最深嘅記憶就係冬天食外婆煮嘅糖水。後嚟母親同外婆喺半年內先後離世，佢一直想寫一個3代潮州女性嘅故事，呢次先終於將呢一段經歷放入咗3代同堂。所以睇到有人攞唐氏綜合徵人設嚟惡搞劇名，佢直接開火，強調劇名劇本唔好可以鬧編劇，但係唔應該攞無辜嘅群體嚟開玩笑，開玩笑都要有個度，呢一點講得確實冇問題。3代同堂先至播咗幾日，演員、AI、劇名、編審已經輪流成為新聞主角。作為8點檔嘅黃金招牌，愛回家呢3個字唔係好咩㗎？啱啱退役嘅開心速遞喺播出嘅7年中，曾經創低過接近29點嘅驚人收視率，更加係連續10幾週霸佔全港收視冠軍嘅寶座，係名副其實嘅鎮台之寶。而家3代同堂接過咗呢個接力棒，頂住咁巨大嘅光環，壓力可想而知。雖然網上罵聲一片，但係電視收視率呢樣嘢好有意思，佢有一種慣性。好多嘅家庭到咗傍晚食飯時間，習慣性咁打開電視做背景音，哪怕啲網民喺網上鬧得再狠，電視機前面嘅基本盤可能一時半刻仲唔會即刻崩塌。但係話又講返轉頭，觀眾嘅耐性係有限度㗎。如果接落嚟嘅幾個星期，劇組唔能夠快啲將節奏調順，將背景質感提升上去，吳若希嘅角色如果一直都咁嘈咁唔討喜，咁呢一股洶湧嘅負評，遲早都會結結實實咁樣反映喺幾個星期之後嘅收視數字上。不過喺呢一片鋪天蓋地嘅批評聲當中，都係有一個新人演員出人意料咁收穫咗大家嘅一致好評。佢就係今年26歲嘅新面孔李欣彤。
喺劇裏面，26歲嘅佢演一個18歲嘅女學生，為咗貼近而家年輕人嘅真實狀態，佢幾乎係以素顏嘅淡妝出鏡，造型樸素又自然。劇中佢夾喺控制欲極強嘅媽媽吳若希同埋唔按牌理出牌嘅婆婆車婉婉之間，嗰種既無奈又隨和嘅求生小神態，演得有血有肉，十分之得人中意。呢一種唔做作唔刻意嘅表演，正好打破咗大家對傳統處境劇嗰種套路化演繹嘅審美疲勞。唔少觀眾大讚佢係首播集裏面唯一嘅驚喜，甚至有人表示，衝住呢個自然嘅新人，我願意再俾多2集機會。喺全網罵聲一片嘅關頭，呢個姑娘仔嘅亮眼表現，算係幫劇組保住咗一絲嘅顏面。講到底，一部陪伴咗大家9年、承載咗無數情感嘅經典劇集落幕，換上咗一批全新陣容，中間產生劇烈嘅排異反應同埋陣痛期係再正常不過。觀眾今日嘅苛刻，講到尾都係因為對舊劇太過唔捨得。開心速遞多年嘅大小姐、宋水輝、金城安、朱玲玲，亦都冇喺第一日全部變成經典角色。處境劇最重要嘅一件事，本嚟就係養人物，只要角色慢慢建立起身，觀眾先會開始追，等某個人出場，最後變成每日晚上8點嘅習慣。而家3代同堂先至啱啱開播，開局確實稱唔上漂亮，但係19.5點125萬觀眾又證明佢暫時仲未被觀眾徹底放棄。劇集未來點樣發展，我哋仲難以預測。希望 TVB 能夠聽取觀眾合理意見，有所改進啦。